嘿，又到咗女郎情報站啦！今期熱辣情報出爐啦！想喺週末小聚或者約會嚟一場唯美又有格調嘅下午茶？今期女郎情報站喺深圳揀咗5間高級氛圍同超強打卡位嘅咖啡斜線茶廳，每間都保證令你拍到手機爆 lift， 又唔怕人多到 OMG。睇片之前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我哋。第一間喺 Conrad 深圳一上大廳吧，喺咁靚嘅大堂吧，嘆下 Pistachio Bliss 英式下午茶，邊啜抹茶邊望前海灣景，儀式感爆燈，嘆足2個鐘都唔想走。最近仲有夏季限定下午茶，解鎖荔枝新食法。臨近地鐵桂灣站，步行約7分鐘就到。Cafe 我佳家高空花藝下午茶，漢國中心店，位於福田區48樓高空，270度無死角俯瞰深圳城市景觀，座位旁邊仲擺滿永生花束，少女心爆棚。精緻下午茶組合包含馬卡龍、華夫餅、花茶等，任飲手沖咖啡同鮮榨果汁，靚樣又靚味，一秒化身報封面女郎。庭廊英式下午茶，深圳朗廷酒店 The Langham Lounge， 傳承自1865年倫敦朗廷。庭廊英式下午茶用上手工司康3層點心架同 Perrier Jouet 香檳，儀式感滿分。現場仲有鋼琴演奏，邊聽音樂邊嘆茶，完全係上流社交圈寄後花園，襯件小洋裝再啱不過。日朗 Afternoon Tea， 深圳四季酒店 E-Bar and Lounge， 四季酒店6樓記日朗，全天候供應下午茶同小點，必是自家製司康配 mascarpone 奶霜同覆盤子果醬，再配金磚級精品咖啡或雞尾酒，環境時尚又有格調，仲可以坐戶外露台吹微風，打卡加嘆茶一次過滿足。The Theatre 中世紀城堡風下午茶，江夏城店，餐廳裝潢似歐洲古堡，暗調燭台、銅鏡浮雕，現場古典樂隊，營造出神秘高級感。下午茶提供多款鹹甜小食，包括白汁蜆肉意粉、海鮮煨飯、精緻甜點等，份量適中，每嘴都驚喜連連。仲可以chill到凌晨2點，上夜場打卡都有得揀。小貼士：部分人氣位如永生花高空座、落地窗湖景位要提早預約，唔想被大排長龍就要快手。打開美團 App 可以睇到有冇抵食套餐。睇清每間嘅營業時段，多數下午茶係下午2點到5點半，唔好遲到食唔到嘢。打卡時記得標記女郎情報站大灣區下午茶灣區打卡，給讚給粉一流。快啲揀間嚟一場品質又浪漫嘅下午茶之旅，然後記得 tag 女郎情報站，分享你嘅美照同感受啦。